嗱，朋友，咩叫波呢？波就有好多種，你聽住啦。我眯埋雙眼啊，數波波，如要數齊有千萬個噶。波就即係球，球就即係波，總之有好多波波啦。咪話圓形啊，啲波就任你摸，有時你摸下會犯下差錯噶。排球、籃球就可以任你摸，足球一摸啊，12碼都有份啊！有啲波喐下見閻羅，睇落個型格，哇似個大菠蘿。咪話見波就摸，菠蘿即係炸彈，一摸啊好易報到噶。有種波勁過上海婆，攬爆砸傷嚇到我傻。呢一種就叫欖球，美國叫做 football， 冇翻咁上緊大隻啊，唔好鬥啊！嗱，一年到晚去擠波波，成晚啊擠埋有幾萬個噶。呢一種咧就叫魚蛋，鬼佬咧就叫 fish ball， 係用9棍椅嚟打噶。哇！迷魂抽波啊，甚野火，係美人獨有嘅絕啊招貨。嗱，呢一啲咧就叫做拋媚眼，即係無形嘅波，迷死好多男人噶。有啲波需要計幾何，搏命堂隊正一大拋和。呢啲叫做台波，即係士碌架，大力嗰頭啊，鏟穿咗都要賠錢噶。有種波用棒一鋤，拋正個窿至慢慢鋤。呢啲叫高爾夫球，即係身份嘅象徵，唔容易打噶。有啲毛神神、傻傻地嘅又叫波，我兩頭摸過佢又係堅嘅噃。你哋唔好心邪啊！呢啲叫做羽毛球，雖然得幾條毛毛，都幾夠彈力噶。一男一女去打波波，成晚打完隻手會攰嘅噃。呢係叫保齡球啦，好重噶，成晚打完梗係手軟啦。